孩子，你是阿美族的吗？是啊，我是真正的阿美族。孩子啊，你来自哪里呢？我来自杜利啊。开心了吧？你们平常都吃哪些菜？欧迪亚菜跟那个猪肉生的腌1个礼拜以上的那种。你们平常最爱做哪些事情？喜欢抓鱼跟被鱼抓。会唱了吗？你们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不要害怕哦，热身下准备哦。等下吉他结束我们就唱，唱大声一点哦，唱走音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旁边有人笑你揍他，5、6、1起来。我们再唱，跟我们一起唱，不要害羞，再一次。可以给自己拍手一下吗？恭喜你们学会了一首阿美族的童谣。